2022年11月，台北小巨蛋後台化妝間，54歲嘅伊能靜一個人坐喺化妝鏡前面，鏡上面貼住一張彩排流程表，密密麻麻嘅時間格仔，每一格都寫滿咗注意事項。佢對住塊鏡塗緊唇膏，但隻手明顯喺度震。化妝間門外有腳步聲，工作人員行過，講咗句仲有50分鐘。伊能靜點咗下頭，繼續望住塊鏡，鏡入面嗰個人，佢好似有啲陌生。呢個女人曾經企過東京武道館嘅舞台，曾經同侯孝賢拗過一場戲要點樣演，曾經喺北京嘅酒店房入面喊到收唔到聲，又曾經喺長沙嘅錄影廠跳到膝頭都腫晒。但今晚呢個舞台係小巨蛋，佢擰轉頭望咗一眼門口嗰紮花籃，最大嗰紮來自前夫庾澄慶，卡上面寫住演出順利4個字，冇抬頭，冇署名。伊能靜望住嗰4個字，眼神變咗一下，旁邊嘅助手問佢使唔使將花籃搬入啲，佢搖咗搖頭，話擺喺度就得。化妝間入面嘅電視開住，播緊新聞台，但伊能靜熄咗聲，佢只係望住畫面上嘅走馬燈字幕。伊能靜小巨蛋開唱，54歲再戰舞台，乘風破浪姐姐重聚，佢嘴角微微向上，嗰個表情好複雜，分唔清係笑定係感慨。佢拎起手機望咗一眼信息，有幾十條未讀，有啲係朋友嘅打氣說話，有啲係工作群組嘅安排，有啲係粉絲後援會嘅應援相片，佢全部都冇回覆，淨係刪咗個 mon，將電話反轉擺喺化妝台上面，然後佢打開自己個手袋，入面有一本書，係佢自己寫嘅《靈魂的自由》。佢揭開某一頁，嗰頁有一句用鉛筆畫咗線嘅句子：我擁有了所有人羨慕的一切，卻仍然覺得心裏有個洞。呢句話佢寫咗好多年啦，但直到今晚坐喺小巨蛋後台，佢突然間覺得呢句話好似仲係講緊今日嘅自己。佢閂埋本書，擰轉頭望出窗外，化妝間嘅窗向住台北嘅夜景，萬家燈火，車流來往。佢望住遠方某座大廈嘅方向，嗰度以前係一間板間房，冇窗，冇暖氣，冬天凍到要攬住熱水袋瞓覺。佢14歲嗰年就住喺嗰種地方，一個月得8000蚊台幣，收工行4層樓梯反到去，間房凍過走廊。嗰陣時佢望出窗，見到嘅只係隔離大廈嘅外牆，乜嘢夜景都睇唔到。而家唔同啦，佢間屋喺台北市中心，過億身家，有司機，有助手，有2個仔女，有個肯喺台下等佢收工嘅老公。但點解佢仲會喺一本寫咗咁多年嘅書入面，用鉛筆畫低嗰句關於心裏有個洞嘅說話？答案可能好複雜，但亦都可能好簡單。伊能靜喺化妝鏡前面坐低，對住塊鏡重新補妝。佢同助手講咗句：幫我沖杯暖水。助手遞過嚟，佢接住嗰陣，手指尖嘅震動已經停咗。佢飲一啖水，然後將水杯放低，對住鏡入面嘅自己講咗句冇人聽到嘅說話。門口有人敲門，工作人員探頭入嚟。伊能靜姐姐，仲有25分鐘。佢點下頭，企起身，整理咗一下條裙。佢擰轉頭再望多一眼窗外嘅夜景，然後轉身行向門口。行到門檻嗰度，佢停低腳步，回頭望咗一眼化妝台上面嗰本《靈魂的自由》。佢冇行反轉頭攞走本書，佢只係望多一眼，然後推門行咗出去。走廊嘅燈光好光，光到有啲刺眼。伊能靜行喺走廊入面，高跟鞋嘅聲音一下一下響喺地板上面。佢行過一個轉角，見到前面嘅工作人員喺度做最後檢查，聽到遠處舞台傳來觀眾嘅歡呼聲，佢停咗一下，深呼吸。嗰一刻，佢個腦入面閃過好多畫面：14歲喺板間房凍醒嘅清晨，16歲喺快餐店收銀台後面唱歌嘅下午，26歲第一次企喺日本武道館後台嘅緊張，36歲攞住離婚協議書嘅手震，46歲喺北京錄影廠跳完舞之後坐喺地下喘氣嘅夜晚，54歲嘅伊能靜企喺小巨蛋後台嘅走廊入面，前面就係舞台，佢望住嗰道門，門後面係萬幾觀眾嘅掌聲同目光。佢唔知今晚呢場 show 之後，人哋會點樣寫佢，會話佢寶刀未老定勉強撐場，會話佢勵志定扮後生，佢唔知，但佢行咗出去，因為佢呢一生人，無論前面係乜嘢，佢都係行出去先算。呢個習慣由14歲嗰年開始，一路都冇改過。1969年3月，
伊能靜喺台灣台北出世，原名吳靜儀。佢嘅童年記憶入面，最快消失嘅一樣嘢叫做固定嘅地址。佢阿爸同阿媽離婚離得好早，早到佢根本唔記得父母同住嘅畫面。佢只係記得由有記憶開始，佢就不停咁搬屋。今次住喺阿媽嘅朋友屋企，下次住喺外婆屋企，再下次可能又要搬去第二個城市。佢阿媽改嫁咗俾一個日本人之後，全家搬咗去日本。嗰陣伊能靜得幾歲大，一句日文都唔識，就咁被擺咗喺一個完全陌生嘅環境入面。佢後來喺自傳入面寫過，佢初到日本嗰陣，最驚嘅嘢就係返學，因為佢聽唔明老師講乜，同學講乜，佢覺得自己好似一個聾嘅人，企喺一個好嘈嘅世界入面，但所有聲音都同佢無關。佢喺日本讀小學嗰陣，因為係台灣嚟嘅轉學生，又因為日文講得唔正，成日俾同學笑。有次上體育堂，老師叫大家分組玩遊戲，冇人肯揀伊能靜嗰組，結果佢一個人企喺球場中間，兩邊嘅同學都唔肯收佢，佢企咗成分鐘，最後老師先勉強將佢編入一組。嗰日放學之後，佢冇返屋企，一個人行去圖書館，坐喺角落睇書，睇到圖書館閂門，圖書館成為咗佢嘅避難所。佢喺嗰度睇張愛玲，睇三毛，睇所有佢拎得到嘅中文書。佢話嗰啲書入面嘅字係佢唯一覺得親切嘅嘢。佢喺日本住咗幾年，日文講得流利咗，但佢始終覺得自己唔屬於嗰度。同學放學之後會一齊去食拉麵，去唱卡拉 OK， 但伊能靜永遠係自己一個人返屋企，屋企嘅情況都唔好得去邊。繼父同阿媽成日嗌交，嗌交嘅原因有時係錢，有時係生活習慣，有時根本冇原因。伊能靜話佢細個最驚嘅就係夜晚返到屋企，仲未開門就聽到入面嘅鬧交聲，佢會企喺門口等一陣，等入面靜咗先敢開門，有時等到成身汗，有時等到成個飯盒凍晒，都仲未靜。14歲嗰年，佢做咗一個決定，佢同阿媽講，佢唔想再讀書，佢要出去打工。阿媽當然反對，兩母女喺廚房吵咗一場好大嘅交。阿媽鬧佢，你唔讀書，你將來可以做乜？你係女仔嚟㗎，你唔讀書邊個養你？伊能靜冇出聲，只係企喺造台前面，低頭望住自己對腳。佢嗰陣着住一對已經着到爛嘅白布鞋，鞋頭穿咗個窿，露出腳趾公。第二日，佢執咗一個細細嘅背囊，離開咗屋企。佢冇同任何人講再見，淨係喺餐台上面留咗一張字條，寫住我去打工，我會照顧自己。佢返咗台灣，14歲嘅女仔，一個人在台灣租咗一間板間房，間房細到只擺到一張單人床同一個衣櫃，冇窗，冇冷氣。夏天熱到似焗爐，冬天凍到似雪櫃。佢一個月俾8000蚊台幣租呢間房，而佢當時做兼職嘅人工一個月得12000蚊，扣除租金之後剩返4000蚊，要應付一個月嘅食、交通同所有開支。佢做過好多工，喺餐廳洗碗，洗到手指嘅皮都皺晒；喺唱片鋪做店員，企足10個鐘，收工嗰陣對腳痛到行唔到路；喺電台做兼職助理，負責斟茶遞水、影印文件，做到凌晨2點先收工。佢試過一個月淨係食白麵包同即食麵，因為慳錢。有次收工之後太肚餓，佢行過一間滷味鋪，企喺門口望住啲滷味望咗好耐，最後都係冇買，行返屋企繼續食白麵包。佢從來冇喊過，或者更加準確嘅講法係，佢唔俾自己喊，因為佢覺得喊完都係要自己企返起身，不如直接企返起身好過。佢喺嗰間板間房入面貼咗一張紙，上面寫住一句話：總有一天我會住進有窗的房間。呢句話佢寫咗好多年之後先至真正實現，但呢個14歲嘅女仔企喺板間房入面，對住4面牆壁寫低呢句說話嗰陣，佢根本唔知自己將來會變成點。佢只係知道佢唔可以再返去嗰個成日嗌交嘅屋企，佢唔可以再俾人笑佢係外省妹。佢一定要靠自己企穩，而佢企穩嘅第一步就係喺一間快餐店嘅收銀台後面唱歌。嗰陣時佢完全唔知呢個習慣會改變佢一生。1985年，台北一間快餐店，16歲嘅伊能靜企喺收銀台後面。嗰日下晝客人唔多，佢一路抹緊個收銀台，一路隨口哼緊一首收音機播緊嘅歌。
佢哼得好細聲，幾乎只係用鼻音，但佢唔知道門口企咗一個人，企咗好耐，一直聽緊佢哼歌。嗰個人就係劉文正，當年台灣樂壇嘅重量級製作人。佢嗰排正籌緊一個少女組合，周圍揾人。行過呢間快餐店，聽到入面有人唱歌，就停低腳步聽。佢後來同人講，佢聽到嗰把聲，覺得有種同年紀唔相符嘅滄桑感。一個16歲嘅女仔哼出嚟嘅旋律，居然似一個經歷過好多嘢嘅人。劉文正行入快餐店，直接行到收銀台前面，問伊能靜：你有冇興趣唱歌？伊能靜抬頭望住佢，呆咗幾秒，然後點頭，就係咁簡單。佢連對方係邊個都未清楚，就話好。佢後來解釋，嗰陣時佢根本冇得揀。有人問佢想唔想唱歌，佢淨係諗到唱歌好過洗碗，唱歌好過企收銀台，唱歌可能可以賺多啲錢。但呢條路並唔係一簽約就一帆風順。劉文正將佢同裘海正、方文琳組成飛鷹三豬，三個女仔入面，伊能靜最矮、最細個、最唔起眼。第一次影宣傳相嗰陣，攝影師叫佢企埋一邊，因為另外兩個女仔太高，企埋一齊構圖唔靚。伊能靜冇出聲，行埋一邊，點高腳，等攝影師嗌佢埋去嗰陣先自行反埋位。飛鷹三豬出道之後紅得好快，專輯賣得唔錯，校園巡迴演唱會場場爆滿。但伊能靜喺三人入面，永遠係企喺側邊嗰個。有雜誌寫飛鷹三豬，封面影嘅永遠係裘海正同方文琳企中間，伊能靜縮埋一邊。有記者直頭寫，飛鷹三豬裏面，伊能靜是最沒有存在感的那一個。佢睇到報道，冇喊冇鬧，只係開始做一件事，寫詞。佢喺板間房入面，夜晚收工返到去，坐喺床上面，用一本學校練習簿寫歌詞。佢寫自己嘅經歷，寫離開屋企嘅感覺，寫一個女仔喺城市入面揾自己嘅位置。寫完之後，佢攞俾劉文正睇。劉文正睇完之後，望住佢，話：呢啲詞你自己寫嘅？伊能靜點頭。劉文正冇再講嘢，但將嗰份詞收咗。1988年，伊能靜推出第一張個人專輯《有我有你》，專輯入面有一首歌叫《爸爸不要說》，歌詞係佢自己寫嘅。歌詞入面有一句：爸爸不要說，我已經長大，我知道路要自己走。呢句嘢寫嘅就係佢自己。電台播呢首歌嗰陣，好多聽眾打電話去電台問呢個女仔係邊個，點解把聲咁細個，但歌詞咁倔強。爸爸不要說，令伊能靜第一次以個人嘅身份被記住，而唔係飛鷹三豬入面最矮嗰個。但佢嘅路仲有排未行完。1990年，飛鷹三豬解散，裘海正同方文琳各有發展，伊能靜一個人留喺樂壇。佢出咗幾張個人專輯，有啲賣得唔錯，有啲反應一般。佢試過轉型做快歌，又試過翻去唱慢歌，但始終未揾到一個可以令佢爆出嚟嘅點。直至1994年，侯孝賢揾佢拍《好男好女》，侯孝賢約佢喺一間咖啡店見面，伊能靜着住一條牛仔裙，紮住馬尾，坐喺侯孝賢對面。侯孝賢望咗佢一陣，問佢：你覺得你自己係一個點樣嘅人？伊能靜諗咗好耐，然後答：我覺得我係一個好想被人記得嘅人。侯孝賢笑咗一下，話：好，你嚟拍我套戲《好男好女》入面，伊能靜演一個叫靜嘅女演員，角色同佢本人有幾分相似，都係一個喺城市入面浮沉，揾自己位置嘅女仔。呢套戲令佢入圍金馬獎最佳女主角，雖然最後輸咗俾當年嘅大熱對手，但佢行紅地毯嗰晚，着住一條黑色晚裝，企喺鏡頭前面笑得好燦爛。嗰晚有記者問佢：你覺得自己今次有冇機會攞獎？佢答：我能夠企喺度，已經係贏咗。但呢句說話，佢講完之後冇耐，就發現原來企喺度只係第一步，因為好男好女之後，佢接咗一套電視劇，叫做《人間四月天》。1999年，《人間四月天》播出，伊能靜飾演陸小曼，呢個角色係徐志摩嘅第二任妻子，民國時期出名嘅名媛，敢愛敢恨，任性張揚。伊能靜接到劇本嗰陣，喺屋企睇足3日，將陸小曼嘅傳記睇咗3次。佢覺得呢個女人同自己好似，都係一個喺時代夾縫入面，想用自己的方法活下去嘅女人。
但劇集出街之後，輿論並冇同情佢，有文學評論人寫文章批評佢演技浮誇，話佢將陸小曼演成一個潑婦。有觀眾打電話去電視台投訴，話佢醜化咗陸小曼嘅形象，甚至有報紙用頭版標題寫伊能靜毀了陸小曼。佢嗰排喺屋企，日頭唔敢開電視，夜晚唔敢上網。有次佢忍唔住打開討論區，見到成版嘅負評，有人話佢唔識做戲就唔好接呢啲角色，有人話佢以為自己係偶像就咩角色都敢演。佢睇到凌晨3點，喊到第二朝對眼腫到化唔到妝，打電話俾經理人話今日可唔可以唔開工？經理人話唔得，今日要拍廣告。佢化咗1個鐘頭妝，先用冰敷對眼，再搽口粉遮住腫嘅部分。去到拍攝現場，攝影師一見到佢就問：你尋晚喊過？伊能靜冇出聲，只係笑咗一下，行去化妝台前面坐低，繼續補妝。但佢冇走，佢冇因為呢次打擊而退出娛樂圈。佢做咗一個決定，用下一部作品嚟回應。佢推咗幾個同類型嘅民國女性劇本，揀咗一套喜劇《貧窮貴公子》。呢套劇同《人間四月天》完全相反，冇歷史背景，冇文學包袱，淨係講一個有錢女扮窮嘅搞笑故事。《貧窮貴公子》播出之後，收視爆燈，觀眾發現原來伊能靜可以做喜劇，可以放低身段扮醜、扮傻、扮老賭。佢喺劇入面有一場戲要食一個隔夜飯盒，佢二話不說就扒晒成盒飯，連導演都話使唔使咁搏。佢話飯盒係道具嚟㗎，但觀眾睇到嘅係真嘅。之後佢再拍《愛情合約》，同賀軍翔合作演一個事業女強人，收視再創新高。佢用2套劇證明咗一件事，佢唔係淨係識演陸小曼，佢可以演好多嘢。有媒體用伊能靜翻身做標題，但佢自己喺訪問入面講：我冇翻過身，我淨係繼續行。你企喺原地，人哋先會話你跌低咗，你繼續行，人哋就只會見到你嘅背影。事業開始穩定嘅同時，佢嘅感情生活始終係外界焦點。1986年開始，佢就同庾澄慶一齊，但呢段關係維持咗14年，都從未公開承認過。佢哋嘅相處方式好奇怪，唔可以一齊行街，唔可以一齊食飯，唔可以一齊出現喺任何公共場所。狗仔隊影到佢哋出入同一床大廈，佢哋都唔答。有次伊能靜喺街上俾狗仔隊跟，為咗避開鏡頭，佢匿入一間後巷嘅鋪頭，喺入面等咗2個鐘先敢出返嚟。佢後來喺書入面寫嗰段日子，我好像一直在躲記者，躲鏡頭，躲所有人的眼睛。我那時候想，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光明正大地牽着一個人的手走在街上，那該多好。但呢個願望要等到好多年之後先實現，而喺實現之前，佢要先經歷一段更難捱嘅日子。2000年，伊能靜同庾澄慶結婚，同年生咗大仔余漢瑞。表面睇，佢事業家庭兩得意，婚姻穩定，仔仔健康，工作不斷，但婚姻入面嘅裂痕其實一直喺度。佢同庾澄慶嘅生活節奏完全唔同，佢習慣夜晚寫歌、睇書，唔瞓覺，庾澄慶就早睡早起。佢中意將屋企佈置到好有生活感，庾澄慶就覺得簡單就得。呢啲細微嘅差異喺頭幾年仲可以忍受，但日子耐咗就變成一道道細細嘅裂紋。2008年，裂紋變成裂縫。嗰年，伊能靜被影到同演員王維德喺北京街頭拖手行街，相片曝光之後，全城譁然。佢當時喺北京拍緊戲，收到經理人電話嗰陣，佢企喺酒店房間嘅窗前面，望住外面嘅車水馬龍，成個人定咗喺度。佢後來回憶，嗰幾秒鐘佢嘅腦海係完全空白嘅，好似時間停咗一樣。第二日，台灣各大報紙頭條都係佢嘅相片，廣告商打嚟話要抽起合約，電視台打嚟話節目要暫停，甚至連本來傾緊嘅一部電影都話要換人。佢將酒店房間嘅窗簾全部拉埋，電話校做飛線模式，一個人坐喺床上面，由朝坐到晚，冇食過嘢。佢喺自傳入面寫：我躲在家裏，窗簾全部拉上，我不知道怎麼面對這個世界。我好像又回到了小時候那個沒有窗的房間，嗰個14歲喺板間房入面寫住總有一天我會住進有窗的房間嘅女仔。20年之後，再一次將自己關喺一個冇窗嘅空間入面。2009年，
伊能靜同庾澄慶正式宣布離婚，離婚聲明寫得好平和，話和平分手。但外界嘅輿論並冇放過佢，有雜誌用伊能靜婚變做封面，有評論節目用成個鐘頭討論佢嘅道德問題。佢喺台灣嘅工作近乎停擺，通告一個一個被取消，連以前傾好嘅廣告續約都告吹。佢面對嘅選擇好簡單，留喺台灣繼續俾人講，或者離開，去一個冇人敢在意佢過去嘅地方重新開始。佢揀咗後者，佢執咗2個 gap，帶住個仔飛去北京。嗰陣時佢41歲，離過婚，帶住一個仔，事業喺台灣幾乎歸零。但佢企喺北京機場出境大堂嗰陣，望住前面嘅人潮，同自己講咗一句：我乜嘢都冇，但我仲有時間。2010年，伊能靜帶住一個 gap 同一個仔喺北京落地。佢喺朝陽區租咗一間公寓，間屋比當年台北嗰間板間房大好多，有窗，有客廳，仲有一個細細嘅陽台。佢企喺陽台望出去，見到嘅係北京密密麻麻嘅樓房同灰蒙蒙嘅天。佢同自己講，呢度係新嘅開始，但新開始並唔容易。佢喺台灣嘅知名度帶唔到過嚟內地，好多內地觀眾對佢嘅印象只停留喺飛鷹3豬或者庾澄慶前妻。佢去見製作人，對方第一句就問：你喺台灣嗰單嘢會唔會影響收視？伊能靜坐喺會議室入面，面前杯茶凍晒都冇飲。佢答：我嚟北京就係想重新開始，你俾我一個機會，我用作品話你知我值唔值。佢接嘅第一個內地劇本係一套家庭倫理劇，角色唔算大，戲份唔算多，但佢照接。佢喺片場永遠最早到，最遲走，連場務執道具佢都會幫手。有次導演臨時改對白，其他演員有微言，伊能靜攞住份新劇本行埋一邊，用15分鐘重新背晒所有對白。行返埋位嗰陣連提詞版都唔使睇。同劇嘅演員問佢點解咁搏，佢話：我冇得揀，因為我嘅機會得一次。之後幾年，佢一步一步由客串演到配角，由配角演到主角。2013年，佢接拍內地劇《鎖夢樓》，飾演一個複雜嘅女性角色。呢套劇令佢喺內地市場站穩陣腳。同年，佢開始寫書，將自己嘅經歷寫成文字，出版咗《靈魂的自由》。呢本書賣咗超過10萬本，成為當年嘅暢銷書。佢喺新書發佈會上講：我以前覺得寫字好私人，唔想俾人睇，但而家我發現，原來我寫嘅嘢，好多人都經歷過。2014年，佢做咗一個更大膽嘅決定，監製同主演電影《我是女王》。呢套戲講4個女人嘅故事，伊能靜唔止做演員，仲做埋幕後，由劇本到選角到拍攝到後期，佢全部都參與。拍攝期間，佢每日只瞓4個鐘，凌晨收工返到屋企仲要睇第二日嘅通告，天光之前又要到片場。有次喺片場拍到凌晨3點，全組人都攰到趴喺度，伊能靜仲企喺 monitor 前面，同攝影師討論下一個鏡頭嘅光位。我是女王上映之後，票房一般，影評好壞參半。但呢套戲對伊能靜嚟講，意義唔在於票房，而在於佢證明咗一件事，佢唔再只係一個被選擇嘅演員，佢可以做選擇人嘅製作人。佢之後成立咗自己嘅工作室，簽咗幾個新人，由幕前轉型做幕後老闆。但真正令佢重返大眾視野嘅，係2020年嘅《乘風破浪的姐姐》。呢個節目揾佢嗰陣，佢51歲。製作單位問佢：你仲跳唔跳得喐？佢答：你試下咪知。節目第一集，30個姐姐企喺舞台上面，伊能靜係入面年紀最大嘅幾個之一。佢着住一身黑色貼身毛衣，企喺鏡頭前面，講咗一句說話：我出道35年了，我還在這裏，我沒有被淘汰。呢句說話喺網絡上瘋傳，成為當日熱搜第一。但節目嘅訓練強度遠超佢想象，每日排練6個鐘，由早上10點到下午4點，中間只休息半個鐘食飯。伊能靜嘅膝頭有舊患，跳幾個鐘之後就會腫。佢每次休息時間就坐喺地下捽膝頭，用冰袋敷，敷完又繼續跳。有次排練一支舞，有個動作要跪地再彈起身，佢做咗20次都未滿意。導演話可以啦，佢話唔得，我仲未做到位。結果佢做多10次，做到膝頭嘅護膝都磨穿先肯停。同組嘅其他姐姐叫佢休息，佢話
我得1個禮拜時間準備，我唔可以拖累大家。呢種拼勁令佢成為節目入面最受歡迎嘅姐姐之一，好多90後、00後觀眾因為呢個節目第一次認識伊能靜，再翻去聽佢以前嘅歌，睇佢以前嘅戲。節目播出期間，佢嘅社交媒體粉絲數暴增500萬，廣告代言合約一個接一個。同年，佢宣布再婚，嫁俾內地演員秦昊。秦昊細佢10歲，外界起初唔睇好，有評論話姐弟戀唔長久，女強男弱好快散，但佢哋用行動回應一切。秦昊喺訪問度講過：我老婆係我見過最堅強嘅女人，佢經歷過嘅嘢，換轉第二個人早就放棄了。伊能靜就話：我以前覺得愛情係要人保護我，但而家我知愛情係兩個人一齊行，唔使邊個保護邊個。2021年，52歲嘅伊能靜宣布懷孕，轟動娛樂圈。高齡產婦嘅風險好高，佢喺懷孕期間要打咗好多針，食咗好多藥，有段時間要臥床休息，幾乎喐都唔喐得。佢後來喺訪問入面講：我唔係要證明啲乜，我只係想話俾自己聽，我仲有得揀。女小米粒出世嗰日，秦昊喺產房外面等咗16個鐘，伊能靜被推出嚟嗰陣，佢成個人攰到講唔到嘢，但佢望住秦昊抱住個女行過嚟，佢笑咗，嗰個笑係佢人生入面最輕鬆嘅一個笑，因為嗰一刻佢終於覺得自己唔使再證明啲乜嘢，佢有事業，有家庭，有仔女，有過億身家。佢由14歲嗰間冇窗嘅板間房行到今日呢一步，行咗37年，但就喺所有人都覺得佢已經贏晒嘅時候，佢自己知心裏面嗰個窿仲喺度。2022年，伊能靜嘅直播帶貨事業做得如火如荼，佢每個月固定開幾場直播，推銷美容產品、生活用品，甚至保健品，每場營業額都過千萬。佢團隊嘅人話佢係帶貨界嘅女王，因為佢講嘢有說服力，觀眾信佢。但呢個女王嘅皇冠喺同年5月裂開咗一條縫。嗰次直播，伊能靜推銷一款美容精華，佢喺鏡頭前面講：呢款精華我用咗3個月，皮膚真係滑咗好多，細紋都淡咗。短短幾分鐘，幾千瓶精華賣晒，但唔夠1個禮拜，社交平台上開始有消費者出 post，話用咗產品之後皮膚敏感、出紅疹，甚至脫皮，投訴越嚟越多。有買家組織咗一個群組，入面有超過200人，要求退貨同賠償。伊能靜嘅工作室第一時間發聲明，話產品通過安全檢測，但為咗消費者權益，接受全額退貨。聲明出咗之後，退貨潮雖然停咗，但輿論並冇放過佢。有網民質疑佢誇大功效，有媒體用伊能靜帶貨翻車做標題，甚至有競爭對手嘅直播主趁機抽水，話賣產品最緊要老實。佢喺嗰段時間將直播暫停咗2個星期。佢嘅助手話佢嗰排成日一個人坐喺辦公室入面，對住電腦睇啲投訴留言，睇完又刪，刪完又開。佢後來喺一個訪問度講：我唔係驚賠錢，我係驚人哋覺得我呃人。我前半生已經俾人誤會咗好多次，我唔想再俾人誤會。但外界嘅批評並唔止停留喺帶貨事件。同期有網民開始截圖佢喺綜藝節目嘅畫面，話佢53歲仲扮少女，濾鏡開太大。有人將佢同其他同年齡嘅女演員比較，話佢唔認老、唔自然。呢啲留言喺討論區不斷發酵，最後成為一個網絡熱話。有媒體甚至做咗一個專題，叫伊能靜的少女感爭議。佢最初冇回應，直到有一次，佢喺社交媒體貼咗一張自拍相，相入面嘅佢化住淡妝，着住一件粉色衛衣。留言區即刻湧入大量批評，有人話又嚟啦，50幾歲着粉紅色。佢忍唔住回覆咗其中一個留言：我從來沒有說我年輕，我只是想讓自己看起來狀態好一點，這有錯嗎？呢個回覆反而引嚟更多嘲諷，有人截圖佢嘅回覆再加一句玻璃心。佢將嗰張自拍相刪咗，但佢冇將社交媒體賬號關閉。佢繼續貼相，繼續分享生活，繼續同粉絲互動，只係佢之後嘅相片多數都係同女嘅合照，好少再有自己嘅獨照。2023年，佢接受一個深度訪問，主持人係一個做咗幾十年娛樂記者嘅資深媒體人。訪問嘅前半段，佢哋傾事業、
傾家庭，傾乘風破浪的姐姐帶嚟嘅第二波人氣，直到主持人問咗一條問題：你覺得自己最大嘅遺憾係乜嘢？伊能靜沉默咗好耐，佢望住主持人，又望住鏡頭，然後將視線移向窗外。訪問室嘅窗外面係一條馬路，車來車往，佢望住嗰啲車，好似望緊另一個時空嘅嘢。然後佢開口講咗3個字：我阿爸。佢爸爸喺佢成年之後曾經嘗試聯絡佢，打過電話俾佢，話想見面，但嗰陣伊能靜正值事業搏殺期，加上童年累積嘅怨恨，佢拒絕咗。佢話：我那時候覺得他不配做我爸爸，他從小沒有養過我，沒有照顧過我，為什麼我要見他？過咗幾年，佢收到消息，爸爸過身了，佢連最後一面都見唔到。佢喺訪問入面喊住講：我後來才知道，他生病的時候，一直把一張我的剪報放在床頭，那是好男好女入圍金馬獎的新聞。他跟我媽說，他覺得很驕傲。講到呢度，佢停咗好耐，用紙巾撳住對眼，成個訪問室靜到只聽到冷氣嘅風聲。佢深呼吸幾下，再講：我現在自己做了媽媽，我才知道，原來父母也會犯錯，原來他們也需要被原諒，但我原諒得太遲了。呢段訪問播出之後，好多人對佢改觀。原來呢個表面風光、事業愛情兩得意嘅女人，心裏面一直背住對父親嘅愧疚。有網民留言話睇到喊，有媒體用伊能靜首度剖白遺憾做標題，但亦有人質疑佢賣慘博同情，話佢又嚟情緒勒索。2024年，佢嘅前經理人出咗一本書，入面有一章講到同伊能靜合作嘅經歷。書入面寫佢難搞，要求多，脾氣大，話佢拍廣告嘅時候會因為燈光角度唔啱而要求重拍10幾次，話佢開演唱會之前會因為服裝問題而同造型師嘈交。呢本書出版之後，有記者問伊能靜點睇，佢冇否認，只係喺社交媒體寫咗一句：我承認我難搞，因為我對自己要求高，所以對別人要求也高，但我不後悔。佢仲加咗一句：我這一生得罪過很多人，也讓很多人失望過，但至少我對得住自己。呢句說話，有人讚佢坦率，有人話佢死撐，但無論外界點睇，伊能靜都繼續行佢嘅路，只係條路越行越慢，越行越小心。佢減少咗直播嘅次數，推遲咗幾個綜藝嘅邀約，甚至將工作室嘅規模縮小咗。佢嘅朋友問佢點解，佢話：我行得太快了，我想停一停，睇下自己仲爭啲咩。而佢爭嘅嗰樣嘢，可能就係佢喺《靈魂的自由》入面寫嗰句原諒自己。2025年秋天，伊能靜56歲，佢將工作室搬離咗北京市中心嘅商業大廈，改喺近郊一個文創園區租咗個細單位。間工作室望出去係一排老槐樹，秋天嗰陣樹葉變黃，風一吹就滿地碎金。佢同助手講：以後唔使再租咁大嘅地方，夠用就得。佢嘅 YouTube 頻道每個禮拜更新一次，內容由以前嘅美妝教學、生活 Vlog 變成多數係讀書分享同人生隨筆。佢坐喺鏡頭前面，有時戴住眼鏡，有時攞住本書，對住幾萬個訂閱者講佢最近睇咗啲乜，諗緊啲乜。有集佢講一本關於童年創傷嘅書，講到一半停低，望住鏡頭話：我以前覺得講自己嘅慘事會令人覺得我可憐，但而家我發現，原來講出嚟係幫緊我自己。留言區有粉絲問佢：你仲會唔會返台灣住？佢回覆：台灣係我嘅家，北京都係我嘅家，我而家邊度有屋企人，邊度就係屋企。佢同秦昊嘅婚姻進入第7年，兩個人嘅相處模式已經好穩定。秦昊拍戲嘅時候，伊能靜就帶住女跟組喺酒店煮飯俾劇組食，有工作人員影低佢喺廚房嘅相放上網。相入面嘅伊能靜着住圍裙，手上面仲有麵粉，對住鏡頭笑得好自然。有網民留言：呢個先係真正嘅生活。佢同大仔余漢瑞嘅關係呢2年改善咗好多，以前因為離婚，因為長期分隔兩地，母子關係曾經好緊張，有段時間余漢瑞甚至唔覆佢信息。但2024年開始，佢哋多咗見面，余漢瑞會飛去北京同佢一齊過節，佢亦會飛去美國探個仔。2025年年初，余漢瑞喺 IG 貼咗一張同阿媽嘅合照，
相入面兩個人都笑得好開心，佢寫住 My mom, my hero。伊能靜轉發咗張相，加咗一句我嘅寶貝，多謝你原諒我，但佢心裏面嗰個窿始終未完全埋口。2025年3月，佢喺一個座談會上被問到，如果可以同20年前嘅自己講一句說話，你會講乜？佢諗咗一陣，答：我會同佢講，你唔使咁用力去證明自己，你已經夠好了。講完之後，佢自己都怔咗一下，然後笑住話：呢句說話，我等咗幾十年先講得出口。2026年，佢出版咗新書《原諒自己》，書入面寫咗一個細節，有一日，佢5歲嘅女女問佢：媽咪，你細個嘅時候，你媽咪有冇同你講故事？佢答：冇。女女又問：點解？佢諗咗一陣，答：因為佢太忙啦，佢要賺錢養我哋。女女攬住佢條頸話：咁等我大個咗，我講故事俾你聽。佢喺書入面寫：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，我的母親當年沒有講故事給我聽，不是因為她不愛我，是因為她沒有力氣，而我有力氣講故事給我的女兒聽，不是因為我比她堅強，只是因為我比她幸運，我終於有機會把那些我小時候沒得到的東西，一點一點地給我的孩子。呢本書出版之後，佢做咗一次新書分享會，會場坐滿咗人，有跟咗佢幾十年嘅老歌迷，有睇《乘風破浪的姐姐》先認識佢嘅新觀眾，有同佢一樣經歷過離婚嘅單親媽媽，有正在面對原生家庭問題嘅後生女仔。伊能靜企喺台上，着住一件白色恤衫，頭髮紮成一個低馬尾，冇化濃妝，望落去比5年前鬆容好多。有一個讀者舉手問佢：你覺得你而家幸福嗎？伊能靜望住嗰個讀者，又望住台下幾百對眼，然後答：幸福呢個字太沉重啦，我只可以話我而家好平靜。我以前成日覺得我要好開心先得，我要好成功先得，我要所有人都中意我先得，但而家我發覺平靜比起開心更加難得。分享會結束之後，佢一個人行出會場。秋天嘅北京夜晚已經有啲涼，佢企喺路邊等車，抬頭望住天上嘅月光，佢突然諗起14歲嗰年喺台北嗰間板間房入面，佢貼喺牆上面嗰句說話：總有一天我會住進有窗的房間。佢而家住嘅屋企唔只有窗，仲有2個露台，望出去係成個北京嘅天際線。但佢發現原來一個人住喺幾大嘅屋入面，有幾多窗都唔及心裏面嗰扇窗打開咗重要。車到咗，佢上車之前回頭望多一眼會場門口嘅燈牌，上面寫住伊能靜原諒自己新書分享會。佢笑咗一下，然後彎腰坐入車廂，車門關上，車子駛入夜色之中，融入北京嘅車流，同成千上萬嘅車一齊行向各自嘅方向。伊能靜嘅故事仲未完結，佢仲喺度寫，喺度講，喺度生活。佢仍然會有遺憾，仍然會有唔開心嘅時候，仍然會喺某個夜晚醒嚟，望住天花板諗起以前嘅事，但佢已經唔再需要向任何人證明啲乜，佢只需要繼續行落去，行到邊度都好，行到幾時都好，因為對於一個由板間房行到今日嘅女人嚟講，活到呢個歲數，仲可以自己揀條路點樣行，已經係最大嘅圓滿。而嗰個曾經令佢覺得心裏有個洞嘅遺憾，或者永遠唔會消失，但佢學識咗同個窿共存，就好似一個老屋企嘅牆壁上面有條裂紋，你唔會特登去補佢，你只係習慣咗佢喺度，然後繼續喺間屋入面生活。月光照落北京嘅街道，照落伊能靜返屋企嘅路，佢喺車入面望住窗外飛掠而過嘅燈光，忽然諗起細個喺日本圖書館睇到嘅一句說話，嗰句說話佢記咗幾十年。人生從來唔係一條直線，而係一個圓，你行咗好遠好遠，最終都係返去自己嗰度。車停咗，伊能靜落車，行入大廈大堂，搭升降機上樓。升降機門打開嗰陣，佢見到屋企門口着住一盞燈，暖黃色嘅光從門縫滲出嚟，入面有佢老公，有佢個女，有佢嘅生活。佢掏出鎖匙，開門，行咗入去，門喺佢身後輕輕關上，走廊嘅燈熄咗。屋入面嘅燈繼續着住，